老公我家电话扣300。鸭粒像成发地度嘅调味料，饲料我本人慎重独精彩。不过长期伫个鸭粒底下，稍微影响人嘅身心。我一定要拿到我的手机！拜托，司机，你不要放弃电话！我拿到手机，你听出来讲的全部都走对了！你这怎么干啊？已经太晚了，你总唔得快过完么？你么？总唔得快过么啊？好么？烧做得了鸭粒寄出。像是其他一件神奇的事情，全就是对身心唔健有帮助的。上下搏一下梦，也是不坏的。嘅風景，有風沒有雨，可能地下的土紅，小款跌落巴西，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。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你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哦，你叫，那是要高铁。但是双年桥，蒋神再讲无要转来上班，就班唔爽来叫啦。小妮就主持不你嘞，听说随给12点钟。小妮还有怨你了。还要小心，要去短暂的阴影。耶！上楼！我怎么办呢？你个请先讲。哎呀，都唔加天花啊！佢忙事蛮多呢。忙多？真讲会忙多？哦，听说嘅魔女公主，佢用啥唔系乡下咧？哦，冇上叫出现咧。八卦，哪一堂八卦？这魔女公主就是全国100大企业排名第3，华王。问你看看。就厉害啊！你有没有他当了？啊，我还没有。魔女公主，你很哦。亚飞，我讲的这都不会弄好。
做谁？林俊杰大哥，您身体的所有病痛都已经好了，我们即将带您出院，以往我们原福生命的功德室。你们不要碰他！他是急症的医生，怎么可能休息一下就这样走了？你们到底有没有救他？有没有救他？去叫院长来，叫主任来！嫂子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们也不愿意。我不管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这样，他怎么可能就这样丢下我跟孩子？不要这样，你放开我！不要。你放开我！万一按后生，按有前途的医生，要好点点的，一下就啪，就对了。你就做些36點鐘，平均一年睡夢5點鐘，同迄本3度水嘅鐵打的人生組。我聽到24點鐘睡，你好好地，因為很早地睡5點鐘。你聽到一句冇睡？其實你息死你！哦，你還有精神談戀愛哦？很強誒！不過要用身心卡平衡啊，不然上班的時候都沒有機會可以笑。暗破，做乜嘅？啊？来接我？你神經哦！開接體車來接你。做的。壯仔，怎麼了？你可以出院了。那一個人，沒人陪你啊？幹嘛要人家陪我？醫生說我可以出院啊，所以我就自己辦一辦了。好了，我回去上班。哎，你才剛出院就要去上班啊？那你要怎麼去？這麼近，走一走就到啦。幾公里叫很近，你才剛開完刀哎。你是心臟開刀還是腦子開刀？沒有開刀啦，小手術。壯仔，別走路啊，坐電車回家。休幾天假吧，我幫你跟邱老大說，啊。對你救命嘅演員，較好調嘅哪？我係咪雙魚叫幾多啊？眼神呢，萬年底啊，萬年底七家，那勇士不會走啊。不過對生活嘅人，做嘅啊，較優秀啲嘅。細班哥也很有愛做嘅啦，其他個可能嘅人全部都可能過嚟，還有我個家條老林太過搶藥哦，甚至都係行人搶藥，你自己叫咧，三下啦，會攞啲蛋咧。聽到牙齒酸酸啊，唔管用嘅，挺穩定，電話用了。奶弟，我相信你要把聽做會成功嘅，我有信心，像有堅強嘅信念，馬上就做得成功。魔女公主來咧。成功嘅魔女公主哦，很強哦，又愛又氣質，曾經當上公主呢。這麼厲害，做魔女公主？魔女公主，她
们家不喜欢胜哥做这一行啊，一直要他去他们家公司上班。你知道吗？魔女公主她老爸可是全国百大企业排名第3的总裁江振雄哎。他有钱哦，不过佢3萬代表真少產生力啊。對話嗰樣露台。啊，唔過做埋嘅人都本年公主，使乜講牙醫冇講啊？牲口賺來。都会肯定他。林太太，人家会不会知道你用这个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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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然后给我，对不对？听讲你高配是个东西，看以后。全就靠您哥嘞，下班赵先生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先生有说过，他如果死了，他不要听这些经文。他说听不懂，又觉得很吵，而且他平常没在听这个，也不相信。我们可以换别的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但其他的家属在意吗？他很坚持的。那需要我们准备什么吗？我是相信人走了以后，最后消失的是听觉。我想用他的手机放音乐给他听，我想再跟他说一下话。没问题的。林太太，待会会先出去一下，如果这段时间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请教罗小姐。叫我小恩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去修复看一下，这片你提给人家，要比搞本。若什么朋友唔爱听我买电动球诶？第一，佢唔喜爱什么朋友；第二，我老佢讲，我董某海将佢升专业了，按这些。做乜爱啊？拜托啦。啊，没事啊，我去干嘢。盛比，盛比，我们走这么快了？哎呦，盛比，对不起啦，是我不好啊。早上不应该不让你上班，耽误你工作，对不起嘛。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早上的事情就算了，但我们讲过几遍了，我们2个已经分手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我会改。请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我不适合你，你也不适合我，就这样。我们超适合的，除非你爱上别人，除非你心里面有别人。来，你够了没有啊，江若雅？我们从讲好分手到现在多久了？半年了，到底要闹多久才甘愿啊？都不累啊？我知道，你就是气我嘛，气我怀疑东怀疑西的啊，你气我批评你的工作啊。我跟你保证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影响你上班，真的。你不会影响我上班，你不会影响我上班，你不会影响我上班，穿成这样站在外面一整天，你搞什么啊？你根本就嫌我们公司气场不好，嫌我身边都是那些好兄弟，你连走进去都不敢，你怎么改啊？拜托你回去做你的大小姐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。反正我就是来跟你道歉的，而且你记住，我说我会改，我就是会改。哪个事情做起来嘿？
爱着去创国，系嘛？爱着马甲中国糖果哦。最顺合嘅人最愛有手，唔講嘅慢。春天嘅熱頭髮，可能是紅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来头脑清醒，来好做来工作。人个天数大一下好唔好？阿妹啦，阿叔。拜托啦，那條洞款啊，將佢盤，你等下人嚟刮痧好唔好？我唔會啦，按不要，平安去跑步，運動開跑，真嘅。神經病哦，睡眠時間都唔來。我們太容易聽說去天堂 party 啊啦，我會盡情搖擺。哎，做啥啦？做啥啦？我要多流體力，等到你喊到，我要上司好愛出班。喂，兩個是算幾多點鐘啊？我你聽咗好冇？这么大白上来就冇靠呀！俺早点，俺早点。救星到！辉毅啊，你今天休息，我帮你值班。你不是才刚出院吗？医生要你的作息正常哎。没有关系，我每天都在医院睡，而且我不在的时候还好有你们帮我啊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好，但是我还是忍不想用。你确定你脑子没开刀吗？ I'm fine. Thank you. 是阿姨。江省，还是错的。再算一次就好啦。哦，人头怪怪嘿。聽眾唔會行到，聽眾唔會行到，聽眾唔會行到。今天晚上啊，我要去相親。我媽跟我說，如果我再不去，我這輩子就不用娶老婆了。聽眾唔會行到，聽眾唔會行到，聽眾唔會行到。師傅啊，話嘅事情。冇上，然後來工作吧，該。你今天你做司儀，怎麼沒調其他人來？攏是伊咧處理法律的啦，啊，伊佫實在足濟長官的吼，佫佇我
医院啊，做这副粉甲花吼，我做歹势，怎先叫人来甲阮用袂去啊？我真正嘛做艰苦啊，伊有足侪代志阮要处理，啊，迄也要执，迄也要。那件事情啊，我拢唔知要安怎啊。这个事情就唔对啦。对，是在帮家属搓汤圆。来甲先来甲问。哇，也走不了啊。你安怎处理讲？嘛爱互恁圆满啊，袂使互恁做哪一滴？唔过算个就唔对啦。啊，可能爱请你敲电话。哎呀，不。啊，要敲电话。开始啊。对啊，嘿啊，伊即马人毋知你到底无用咧，啊，无我吼先敲一下电话，联络看妈咧，点点甲你回消息。难过去。安尼好毋好？无紧要紧。要他用诶。啊，哎，台语不会那个我不会讲啊。还是我妈该做我。我平常怎么告诉你们的？不要依赖派遣，每个人都有替补工作的能力。结果现在，给我到处去找人，是要让我丢死脸是不是？傅文，睇唔去黐交來啊！阿毛誒！反寫我。做誰？怎么给的？辉啊，先吃饭啦，这边。我没时间吃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没做。可以，这样会弄很哦。你叫我吃饭啊？啊，那个东西啊？陳桂英，你提用來冇用嘅錯啊！你叫我打給陳媽，提醒對年。她老公還沒走100日哎。好險我腦子很清楚。三八哥，排谁，我下次会大抱歉。还有方家的副文，你叫我拿去给李家。你脑子坏掉哦！我拜托你最近都不要烦我，好好的检查一遍。我用情啊！排泄，三八哥，听众为相亲成功嘅，加油！桂啊，你东西给我啦，我帮你看看，来。桂姨，下門新嚟已經冇水啊！你會帶你飲葡糖凍，就嘅行來行去啊！水到留住佢，但係可能行都係行來行去。拜託哈，做一條路，我有 talent 哈，讓他做點水，真有事。痛。好啦，新嚟叫。他是你的，送禮物可是。还送给你。哎呀，看来差不多该帮你办一办喽。对啊，容易可以的哈。还有一通狗哎。哎，明天再唱了，明天大凶之日一定有空。哎，我聽講你還有咁多事情哦，有條加速寬卡，嘅。快！我叫他媽咪快啲咧。沒有哎。事情，我不能一條都停工，要叫唔到。5點鐘，你聽說你到不要吵，很早1點鐘。好了，你們的心聲我都聽到了。我有一個方法，保證今天晚上一定一切平安，大家可以一覺到天亮，保證做得。我真緊懂希望哪個條路，可是我們要24小時待命，還要24小時值班，生活是不太正常啦。不過我吃東西都有意義啊，因為家屬的悲傷也是24小時的。哦，我身體是不差啦，但是哦，最近好像常常忘記事情，又容易恍神。應該是睡不夠。對，睡不夠。
哦，还有啊，我最近常常脚抽筋，左脚抽完换右脚，右脚抽完换左脚，头也很痛，然后我还吃不下东西耶。可是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这样子，然后你是要理想还是要健康？不改善生活形态啊，医也是没用。来，舌头伸开。我为什么要喝出没有精神的啊？我有点，我是陈桂英。好，是好。没有用的小秘方。奇怪，我看俊浩每次值班的时候，只要把哑铃摆在这，就可以没事。为什么我就不行呢？是不是不够重啊？真的很晒哎，连出3台车。黑妹，有没有读书啊 ？Double Major， 小秘方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一边肯定是风水不好。小万哥，换你了。哎呀，安用诶，讲2万多诶，很不一样，很马个事情都唔讲。7個，呀，都4點鐘嘞，星期我還可以見面吃飯哦，笨大葱的黑毛，哈哈哈哈！我长这样，像被人打枪吗？小万哥，你刚刚不是睡在公司厕所，是我把你叫醒的吗？我明明就很清醒。喂，春天跟一條花，一條花，記得是紅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对。就黑了。先生还没空停呢。哎，又唔記得阿公馬街嘅。走去。怎么会这样？一直逼他加班啊！现在是在剪辑台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人命不是比较重要吗？播出也很重要吗？来嘞，爱东阳爱郭老师，先转一水啦。我问你现在褪黑激素，你是口语号吗？好。那你去看医生，医生没给你开安眠药啊？我看的是中医，还没看完就接到你电话了啊！那卖笑呢？叫他载你回去睡啊。刚刚不是还在这？喂，麦文笑你好，能帮你拨？哎呀，你就是那个卖文销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这个不够意思啊！我的30万库钱都没有烧给我啊，干什么东西啊你？不好意思，我明天马上帮你烧。请问你哪个塔位？不好意思。啊，你管我住哪里啊？烧给我就对啦。我们在上面没有钱花是很幸福的啊。哎呀，不错，那个幸福啦，我说辛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国语不大好啦。我也知道那个幸福跟辛苦两个是不共用啊。都有什么？
歹势啦，自己拄唔掉的啦。天花真不民國咧，佢已經係你準備寫翻個呀。我還有一點事情，想說得拜託你啦。一定要捱嘅。歹勢啊，拜託一下。但係唔用咱用好點點變下用啊。冇乜解，佢啊，怕要電起咧，冇乜解啦，就換到胃腸發炎天天。等一下，即刻做定，即刻做定。贵啊！很多事情我做，我天走啊！做谁？地我已经全部扫好，卖校要的毛巾我也都准备好，会议的文件呢我也全部都处理好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边实在太乱，我等一下应该还会再整理一次。江子啊，我问你，怎么这一次交代你做的事情都没有喊口啊？不习惯。哎呀，在住院的那一段期间，那种生死一瞬间，亲友家属都不在身边，只有同事在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，我就突然觉得，我以前好像真的很自私。我来弄就好了啦。你每天这样来回跑2趟，自己身体要顾哎。他一直说他想要吃这一家的点心，他说吃了会有幸福的感觉，就算再累都可以恢复体力。但是我只顾着我自己怀孕，我每次都忘记帮他买。这几年为了我们全家，忙到连1天都没有休息过。他每次都说想要休一个长假去环岛。他从念大学的时候就一直说要存钱买一台哈雷，可以带我一起去。现在钱存到了，人呢？买冻西是阿婶鸡排，都在披生菜沙拉，卡口甜，甜甜黑绿豆蒜，哎呦是幸福呢。你给怎么办？那有些门你按不跳，冲你按也是。期待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心情会变好。来给听，
但你手有一天阮一个欢喜的事情，这样走在面对工作的压力、负面的事情，有小爱司马给忙，爱抢6、8、7号，可能按久，心情慢慢好去分手咧。俺只说哦，俺唔会妒忌。原来也是，我先去跑步。跑步，廿个体力会太好嘛？根本呢，冇水啦，只有6K 就好了。6K。水里一条虫，路上一条龙。哼，用吧，强的吼。强，肯定强哦。俺跳摆啊，含迄跑马拉松的对嘛？马拉松选手，你怎么那么帅？太 Q 了！我 CPR 没有那么熟，怕把你肋骨压断，可能还救不我。千万不要逞强啊！你用走就好了啦。喊钱啊！太久冇运动了，太久冇运动了。那个医生让来讲，要从体内排泄出来，才可以疏解压力，像是流汗啊、流眼泪啊。我这么流口水算不算哦？快点！快点！快起来，帮我拍照有没有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。我小何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1楼。你带家属去看塔位了没有？动作快点。盛比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等你啊。其实真的走进来，这里没有这么可怕哎，还蛮高雅的。你干嘛这样？你何必委屈你自己？没有委屈啊，我爱你，怎么会委屈呢？你们要出去忙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我今天会忙到很晚，不要在这里等我。那我回家等你。不要，我家的锁已经换了。你记得吗？今天是我们2周年纪念日，我做你最爱吃的肉酱意大利面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对不起，我要去忙了。喂，周 C 啊。如果以后没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，希望你不要再过来，因为你已经造成我工作上的困扰。谢谢。你讲翻你按怂你呐，你真给懂欧你呢，上班按呢，强上去，唔好做好讲嘛，按帮做嘛嘅。嘿呐，我应该讲，经过有乜嘅事要去请病假，莫来先来。很前面呐，你看他们你哦，惨定点。定讲嘅迄你领着公公伫去洗每年。啊！我以内。你要去陈将军不卡，
大家就討論嗰撇式嘅場地愛愛打。來，大家出去看塔比，塔比看睇就下班了。过劳分数86分，我还考试中忙是考过按多分，忙个啥？他係唔衰啦。先姐姐，有問題怎講啊？根本連愛都伊個想過來，叫我就安尼，他就冇睇嘞。那还有懂多事情，忙是做工，懂多地方忙是一个呢。到底是谁说做这一行可以年薪100万？好啦，就算我哪一天真的升上礼仪师，我年薪100万好了，但是我工作时间是别人的3倍，我的3餐不正常，我没有时间运动，我也没有时间睡觉，而且更气的是，我现在就连睡觉的时候手机都不能关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凊起啊，做总得去抽水，总得去散温暖，因为手机总得关机，总得去无讯号的所在。你还嘛该无人生的条路啊！啊，以前无手机的世界，总以上迄种会做些喏。有摆啊，总以啥讲用的，家属就用，然后迄家属讲用的，因就爱用的。凊强的啊，做迄朋友搭白用的，也做无时间，有的也不用调的。那你下去年薪100万，要猛命去死啊！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，还无朋友，还个别是，也无你会来送呢。我亲强嘅迄，我伊就还嘛讨好，人就冇睇咧。上面睇这，我要会见人啊！放心，江神哥帮你拍照。技术好不好？哎，不要担心啦，就算不能拿来当遗照，拿来做纪念光碟也是不错。来看这边，1、2、3，哎，你们要开心一点啊，只有卖笑比较开心。不然我们来合照好了，好不好？合照，哎，你们要开心一点嘛，跟卖笑一样。来哦，来1、2、3，起。再气一次，来1、2、3，起！啊，中乐透啦！耶！啊，乐透搞定啦！我又中乐透啦！耶！我跟你们讲啦，告别式那一天哦，我一定要找一大堆那种低胸短裙爆乳的辣妹来，怎么样？那个你的告别式也不会有别人去的，就我们4个。嗯，你们2个穿低胸短裙啊。不可。像我的就简单多啦。哦，我要全部粉红色的。嗯，帮我请一团夏威夷贝壳女郎。哦，全部都是男人扮的啊！变态啊！哎，对。对。最近大家士气低落，铅体量大也有关系，但是不要怕。这是气候变化的过渡期。我希望每天早上大家一起做体操，伸展筋骨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打拼的力气。跟着我一起念：元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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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福。预备，1、2、3、4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2。理想也推唔得，空天体验什么样体度嘅重要性。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2、3、4，拿出你们态度，100万年薪的态度，100万年薪的态度，动起来！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
陈桂英，跟着我念一遍：100万年薪的态度。100万年薪的态度。撑过去就是你的。我撑不过去了，太唔做咧。柠檬翅等关机了一下诶，听说就会动机。加油啊，桂英！快听啦，别塞车啦，快听啊！去借高利贷，你白痴哦！他说是朋友的朋友玩有地，他放高利贷的呗。我还有穷人嘞，冇有用嘞，唔去帮来的，来的是吹药的。我问好嘞，听唔出来？我这个开嘅理念公司，我按验货，你提防起冲唔得。哇，张婶，你是中乐透还是去抢？钱是赚来花的。你是不是跟家属在谈恋爱？老家属谈恋爱要开除的。